到家乡呢，上海的很恰差，赶年年呢，阿卡普的草木嘛，哎呀你没办嘛就，上海的很家米，得不愁哎样拍个啦米呀，我那3年里，阿达卡尔吃过不咋，吃过吃咋就，到吃害怕儿咋是，比人家在那儿嘛呢？永康走汉语出学会那，阿德马尔到吃害怕能嘛寄送我们乌农儿，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李伟林教授苦累呢，西说把那阿卡到恰恰害怕而咋就呗，到恰恰害怕而咋是比没做那两岸，但我在阿德玛那提供诶，特别咋是阿就没做啊，俺来可以嘛啦。要叫米当儿到恰不咋或到恰恰咋就咋是比人家在那儿嘞，永康走汉语中学会呢带来呢儿。西说把那哈尼到抢咋呗，咋是没做海那，今后没叫你办啊。河北没做海办那，中央音乐学院儿博士，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李伟林博士苦累呢，比没做那里。走廊哈儿面呢那特泡牛阿操，略起个在你那，特别没做面安冷啊。河北梅州那到抢海呗，要下一个要五线谱、简谱头五张额呢没做呢。李伟林博士那阿德阿卡尔到恰海呗修剪呢，五线谱和简谱阿有好些呢阿有用儿，阿就要当吹流嘞，要么家老妈呢。没做爱看，李博士那阿德阿卡铁有哈多到恰阿也破米特个五线谱阿有不。简谱呢，阿有吃嘞，怕没呢？没做海那没老没，吃了吃嘞，木的样啊。微笑，微笑。关键的这个啊，要可爱一点啊，找回了童心啊。再来。可爱一点啊。好，再来。走汉语出学会儿生活大年儿，河北没做海的儿和那，咱是没做摩多当白儿提名阿姐。阿卡达走汉语出学会那，和老外儿张亚马那尼大路。阿德阿卡儿到恰恰海路的你提大没的你，要求最老了哦。阿德阿卡儿到恰恰海马那尼也提名卡的阿姐。好，可爱一点，可爱一点啊！对，笑啊！好，非常好。今天很开心呢，来到州哈尼族学会，给我们的西双版纳州哈尼族音乐人呢做了2节课的分享啊。早上呢，主要是讲了这个基本的乐理，主要从这个简谱和五线谱对我们的这个音乐啊进行一个深入的理解。下午呢，主要从我们的这个音乐的创作、音乐的表演、音乐的欣赏，以及我们在音乐与情绪，还有音乐的调查、保存、传承等几个方面呢，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讲解，我发现我们的这个同学们呢，非常的认真啊，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作为一名哈尼族啊，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讲课了，它更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当了。
那么我们也展望了，也期待啊，未来我们哈尼族音乐呀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呢，能够把我们哈尼族音乐呢，能够未来啊高质量发展，能够更加的推进一步，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多多的关注我们哈尼族音乐，那么也希望我们西双版纳州哈尼族音乐事业呢蒸蒸日上，希望我们的人才辈出，希望我们这个音乐的发展呢能够有更好的未来。哎呀，你们都妈妈叫俺那还嘞。那因那了阿德玛西双版纳州哈尼协会，估计阿德玛阿卡扎到恰恰扎因估计恰个5秒52扎，可用脚呢，估计啊阿德玛估计到恰恰个估计音乐估计到恰理论知识早估计培训班听我讲啊，后个那有话你问啊。估计阿德玛阿卡扎们东恰个恰扎种，那了恰个无有慢慢的老师呢就有慢慢嘛做好，我不得因那了头下个那个呢，估计培训班很啊，因那会讲那了有哈的门面啊，俺就估计做嘛，还可能了因那了最基础家的啊，那了阿看到俺嘛下面那了估计。阿卡扎恰个上坡做个投票呢，因那个来培训班有面也比较忙呢，俺嘛就多年嘛，还可能了阿德玛西双版纳州哈尼族协会，或者有哈尼人们嘛。因那了阿德玛州哈尼协会，那阿德玛阿卡估计李博士，或者阿德玛阿卡。西双版纳本土，估计到恰扎，那差个不错啦，那可不呢，把这种，俺妈那个学习平台也拿起什么样，那通过来学习呢，么那啦，俺好呢，俺们考出音乐部，和到恰俺们出也么俺好呢，因那那后呢，李博士呢来，他们买呢各方面要刚是发展下了，那启发有面，11块钱，那。特别是阿卡巴要唱歌舞当中，阿吉来设计，阿吉人流用，或者最有效科学方法，或者理论知识或者用的，要干嘛靠这怕有路的，有门的，我来俺们可以啊。跟了后嘛，俺那路嘞，跟了后怕上现在呢，阿喵喵吃过你不？吃过你吃呢你了啦？柬埔寨我们是呀，呢。到恰子是妹妹要有和那个人花后呢，个了后来的俺那少理过来，那阿姐呢，那好看阿都嘛到恰子时候做和个了后面啊，那老贵呢做嘛，那嘛做伢的。你没那么的，原来咯个了后就啥咯，俺这边那都打过来，恰个好伢不。恰个呢，恰个啥甜嘛？因那阿都嘛，哈尼学会呢，我就没听明年呢，恰个啥各种呢有叫那不需要的，没有的，这样啊，因那啦，你们嘛，或者阿都嘛，哈尼学会，阿都嘛，李博士、李老师啊，反正你们呀。nhung bố sang ở đây hàng gia mi đã bỏ chơi ở dòng phong cách cỡ nà giang ấy nhiều mà cho mỗi thì thà cho đi mà cha mỗi thì thà khử đi ở đây mà khá bố pháp phụ mà là